係自轉2次啊。OK， 好啦，今次呢，既然係中級組嘅，一定唔容易㗎啦，要轉2個圈。啱啱最後都有位現場觀眾成功上咗嚟啦。好啦，究竟6位邊個能夠成功進入下一關呢？預備好未？好，預備好啦。OK， 嚟。各位同學預備。好，自轉2個圈啊！嗱，1個圈呢就話好彩啊，2個圈呢絕對唔容易啊！哇，3連班最快！哇，OK， 爭1個啫，加油！你仲有48秒嘅時間，1個圈，仲有1個圈，唉，唔緊要，仲有40秒啊，再嚟，加油啊！穩定啲，唔使快嘅，最緊要做到1個圈。第2個圈啦，俾掌聲佢哋啦！不愧係中年班啊，只係用咗大約30秒嘅時間就已經全部都做完。咁不如我哋睇下下一關佢哋過唔過到啦？嚟啦！第2關1分鐘內完成，放書喺頭上面，連續踎低起身3次，考驗大腿力量同埋平衡。OK， 好啦，嗱，今次咧佢要踎低又起身啦，你唔好本書都踎低埋啊 ，OK。好啦，究竟佢可唔可以成功3次嘅踎低起身呢？預備啦！各位同學預備。OK， 哇，都係係得1分鐘。OK， 哇，得咗啦！喂，完全冇難度啊！又俾啲掌聲，你唔使做咁多次嘅 OK 啦，保留力啦。好，又再俾掌聲佢哋，哇，完全冇難度啊 OK， 好啦嗱，咁我哋真係要決賽㗎啦喎！一陣間邊個能夠最快完成呢一個第3關嘅，你就可以進入決賽㗎啦。預備。第3關最快完成，放書喺頭上面，行到台前再返原位，本書絕對唔可以跌落地。各位同學預備。哇！唔好啦，嗱，你唔好啦，啊，冇咁快啊，係啦，嗱，原地擺好先可以再行啦。哇！OK， 好啦，嗱，我又要問下天眼嘅 Miss 先啦。好，你哋又幫我講定嘢先啦 OK。太精彩啦！中級組嘅同學果然犀利，難度咁高都難唔到你哋。4、5、2、4、5 OK。好啦，嗱，啱啱咧可以放低塊牌先，好攰嘅星獸大師。能夠進入到決賽嘅，你睇到係邊一個？1號、2號、4號、5號。好啦，最快嘅。我都睇到啦，唔使天眼 Miss 啦。最快嘅係2號林俊逸，掌聲。之後再可以入決賽嘅4號姚子怡，最後仲有一個傅奕霆。OK， 好，恭喜晒3位同學啊！亦都唔該晒咧其他嘅同學，你哋都俾得好心機啊！好啦，幫我咧收翻好本書先，我哋準備入最後嘅高級組嘅。高級組好難㗎 OK。好，唔該晒你哋，可以落翻去先啦。好，可以落翻去啦。咁我哋而家進入